头考平安，兄弟，咱这是礼拜都要开始，请咱备办心恬静来圣殿当中领受上帝的话语，咱请走乐。恁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呵乐，伊伫众生命的顶面，应该受敬畏。这时，咱要来吟圣诗第二首。圣诗第二首，圣哉，圣哉，圣哉，请起立吟全首。现在，现在，现在，万年大主宰，蓝天秋波最秀，我乐雄姿正亮。现在，现在，现在，将你的对大海。兄弟，几真几怪所在。现在，现在，现在，那些冬天来，面流浪温存，红颜的梦境。渐渐慢慢的路，一路路的走，落下大夏夜晚兄弟的梦。现在，现在，现在，真的我主宰。
请咱游玩徛地，用四道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入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用。伫个圣诗后壁面1029页，启用文第17篇，诗篇65。即是我来启，恁来印。上帝啊，人伫锡安称赞你，我着对你写所下的愿。听人祈祷的主啊，全人类拢要就近你。罪压倒我，毋过阮的过失，你拢要赦免。你所拣选，互因亲近你，住伫你殿院，即款人真有福气。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心满意足。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欢呼。你眷顾土地，落雨灌压，互土地增肥。上帝河水满满。你安尼准备土地，供给五国。你灌压田园，收平土地。落狗野的雨水，互土肉软软。一声，你祝福互农作物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你经过路有油在滴，连旷野的草坡嘛油咧滴。山头用欢喜做大霞，草坡用羊群做衫穿。山谷用五谷做外套满。一声，因拢欢喜出声吟诗。这是咱当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保守看顾，一礼拜来，阮众兄弟会出入，得到属天的平安。主啊，阮嘛要恳求你继续顾守阮生活中的一切，互阮诚做有智慧的人，互阮的喙讲学乐的话，互阮所要行的事，伫主的目睭内看做美好。只是我嘛要为着台湾甲世界的客家族群来献上恳求甲祝福，求主拍破福音的硬土，用主爱来感动客家乡亲的心，互客家子孙会当明白创造宇宙的上帝，互福音伫个客家庄会当遍地来结果子。感谢主，听阮伫你面前会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我来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是咱客家总会宣教主日，咱欢迎咱的总干事赖德清牧师前来请安讲道甲募款，那敬请兄弟咱踊跃来奉献甲代祷。第二小点，顶礼拜你有购买水蜜桃的兄弟，若是有损坏的，咱请办公室来登记损坏的数量。假使你若是有翕相的咱会当上山来互办公室看以便退款。第三点，本会定伫咧8月22日上午9点甲下晡6点，要伫敬拜中心举办即个好牧人营会，那对象是咱全体小组长甲你这门训课程，你有毕业的学员，那费用是毕业生是收800块，你若是小组长收500块。那敬请伫个7月23、7月29拜三进前办公室来报名甲缴费。第四点就是咱的下主日8月7日是父亲节主日，那本会要举行一个感恩礼拜，搁敬赏每一个爸爸。
礼物一份来表达咱的敬意。愿上帝祝福每一个家庭拢会当幸福美满。那第5小点，咱定伫个8月初2要召开的中职会，因为咱陈牧师要去参加防寒盛会，该伫个8月16下晡3点半伫个咱1楼的副堂要来召开，敬请咱全体的中职特别注意来出席参加，机构首长甲同工来列席。具体的消息，第1小点是欢喜的消息吼。本会严和成甲于慧妙夫妇吼，因是弄璋之喜，真恭喜，就是咱海平长老的祖囝，感谢主啊。第2小点是嘛是欢喜的消息，恭喜咱本会郑碧云姐妹，伊的祖囝黄香婷姐妹要甲即个黄耀珍弟兄定伫个8月初1，就是过来即个拜郎吼。下晡2点，要伫咱本会主堂来举行结婚的感恩礼拜，欢迎兄弟来观礼，愿主祝福即对新人。第3小点是哀伤的消息吼，咱本会故林老村兄妹姊妹，就是即个林锦秀姐妹的妈妈，伊定伫个7月20来安息主怀。那7月20拜5迄天已经举行丧礼完毕，愿主安慰遗族，敬请代祷。第4点是互助社，即个社员的低利率贷款，甲即个军公教贷款，咱若有需要的吼，咱特别注意一下。伫个11月30进前的杂志。第5小点就是儿童牧区，因要举办即个暑假营会，伊的报名开始啊。那时间吼，伫个8月26到8月28，伊的时间是点半到5点半。特别爱注意的，就是即个礼拜6，8月29号，伊是下早啊8点就开始啊，到下晡4点。那地点是咱的教会副堂。那对象是原本咧读国小1年甲原本国小6年的，费用是1000块。咱即个若60个人满，咱就杂志啊吼，有需要的请到办公室。这是告解消息，咱要请陈牧师。好，咱迄个台北圣乐推广协会，伫8月30下晡2点到4点半，伫桥头教会有举办合唱的演习会，这是免费。若有参加有报名，拢有送即个歌谱。欢迎咱各省歌队会当踊跃报名来参加。第2，高雄中会829，上午9点半到12点要办全中会圣经考试，这帮是考艺术啦、年美甲艺术贴。考试的资格，为国小甲高中，也有成人，也有少年吼，伫德和教会来考试，这拢有真丰富的奖品。欢迎这伫7月26进前办公室来报名参加。以上吼，今日毋知有啥物，无头一遍啦吼。今日咱是迄个客家中会宣告主日吼，咱欢迎咱今日迄个讲员就是客家中会总干事吼，罗德清牧师吼，咱大家拜总干事吼，好平安。这是咱要来恭守上帝的话，伫个罗马人书第1章14节到15节。无论希利尼人，也是凡人，聪明的，也是愚戆的，我拢欠因的债，所以在地我拢便便，要用福音宣传互恁住伫罗马的人。感谢主，这是咱俄勒要来请上年圣歌队。
感谢兄弟献歌队。这是讲的，咱要请赖德清牧师，今仔的主题是主恩到客家。太吉祥。好，我祝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客家中会总干事，我叫做赖德清，我伫建牧师哈。我将今日圣经再搁读一摆哈，那个读一摆哈。保罗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来注意这句话哈，情愿尽我的力量。下骹这是刻意哦，因为无论对物家人，迄文明人也，迄盲开发家，迄聪明人也，迄富翁家，我拢总欠记定叫做所以，我别切爱将了福音要传给你哋在罗马嘅人。这是刻意哈，爱就是我，你就是你，通就是听，通的事么，听有无啦？你讲通的事，听有啦，你著无，你著讲通毋是啊，通毋是。啊，感谢上帝哈！无论是聪明的、愚戆的，我拢欠伊福音的债，所以保罗讲，我著爱逼切传福音，亲像我欠人的钱同款啦。因为较信福音，要互人得到丰盛的生命。保罗传福音，伊家己是罗马的人，所以对罗马传福音特别为亏欠。第二，咱着尽力传福音，尽咱的上帝互咱的恩典恩赐来传福音。咱是照上帝互咱的恩典甲恩赐，所以做袂到的代志拢免做。吼，咱圣经讲情愿尽我的力量，我是尽我的气力啦。以马太福音有讲即个，他拄仔跑到哪里去了啊？好，咱用一点仔时间来认识客家的文化哈。真侪人对客家的代志吼无介清楚啦，所以虽然是台湾人，毋过咱隔一个山遮尔远安尼，拢毋知迄客家是咧。因为客家大部分拢伫山咧吼，我住伫关西，客家中会事务所伫关西，伫山边咧。吼，阮拢是伫山里啦吼，所以伫山内底代志到底是啥？毋过其实全台湾的人拢对客家足熟的。我甲恁讲，恁拢食客家的物件啦，吼。那过去台湾本来是无咧食迄个北内啦，加迄个肠仔啦，豆咱都只有食肉，咱河洛人吼食肉，甲迄个肠仔豆拢甲淡掉啦。客家人就欠的，吼，咱拍算啊，那跟无菜呢，所以咱就甲料理看卖啊。即摆全台湾的人拢咧食客家菜啦，吼，拢食这个北来菜，酸菜猪肚汤，哦，酸菜猪肚汤，姜丝炒大肠，是不是？姜丝炒大肠哈，客家小炒，好，客家菜脯卵，我讲菜脯卵嘛是客家菜嘛，伊讲无毋对。主要是迄个菜脯，客家人吼因为足欠，所以吼所有物件啦食袂了，拢甲拍做干啦。所以关西即路边拢咧拍干啦，含苦瓜嘛会当拍干咧。我甲因讲哦吼，菜迄个高丽菜嘛会使拍菜干吼，啥物物件拢会当拍做干，因为就袂拍算去啦吼。主要是迄个菜脯吼，就是客家菜。所有呢，咱的客庄呢，尤其是我是住伫关西啦。迄自助餐拢插一盘菜脯伫边仔，随在你参啦，还拢伊家己插的哦，吼，拢毋是去买，吼，真好食呢哈。苦瓜咸炒蛋，我讲苦瓜咸炒蛋嘛是客家菜吗？因甲我讲安尼，哦，这是客家菜，我即摆甲恁讲吼，好，客家板条，板的吼，板条客家菜哈，对好。客家糍粑，吼，客家糍粑，这安尼吼，糍粑就是麻糍啦。讲啊奇怪，咱河洛人嘛食麻糍咧。我甲恁讲哦，河洛人的麻糍，恁花莲做者麻糍吼，迄拢内底拢包甜的鸭啦，吼鸭。那客家的麻糍主要是外口是掺迄个番薯粉，就是花生粉啦，吼，伊内底拢纯糯米的，所以迄个糯米的迄个糍粑就是。煮米做的吼，内底无包鸭吼，足纯的，是非常好吃的糍粑。
切落去吧。客家咸汤圆，我讲咸汤圆是有啥物了不起啊？敢有啥特别嘛？好多人嘛咧食汤圆呢。伊讲无啦，主要是迄个汤头啦吼。我甲恁讲，迄个汤头足要紧的吼，因为用迄个汤头是鸡汤吼，迄是鸡汤，所以迄客家咸汤圆的鸡汤汤是非常好吃的哈。菜头拌就是菜头粿，我甲恁讲吼。但是因讲咱拢讲拌来对，菜头粿吼对好。竹笼拌，伊讲叫做客家菜包啦。做啊若亲像迄个竹笼猪笼啊，若亲像猪笼啊，然后一粒一粒吼，内底是掺迄个香菇啦、菜刀丝啦吼，用猪骨皮，安尼所以伊特别的无共款的味吼，即个客家菜包。这个物件恁有食过无啊？有啊。客家的板条就是荷兰人的粿吼，你毋通想讲迄板条毋是啥，就是粿啦，就是咱的粿啦吼。大拌就是做粿啦，大拌嘞，讲大拌嘞就是做粿，猪骨皮甲萝卜丝、香菇炒米、胡椒粉这些炒拢会当来做这个粿的物件啦吼。这个古早因讲竹笼拌，你若看竹笼拌就是客家菜包，大家讲的吼。客家人就爱食米做的物件，爱食米做的物件吼。所以你新竹米粉就是米啦吼，板条啦、糍粑啦，这拢是米做的啦吼，煮米啦吼，连做伙，什么意思咧？咱的乡亲甲我讲，安尼就是团结，咱就爱连做伙，安尼所以这是团结的意思，了解吼，食米，对，好。各位兄弟姊妹，台湾的文化是客家的文化，甲原住民的文化，甲河洛的文化，合起来叫做台湾的文化。台湾的精神是客家的精神，甲原住民的精神，甲河洛的精神，合起来叫做台湾的精神。客家的精神来，台湾的精神内底有客家的精神，客家的精神的核心伫遐勤俭、刻苦耐劳、团结。我想这嘛是台湾的精神一个真宝贵的部分啦。咱台湾即马拄着足侪困难，但是迄种客家刻苦耐劳伫遐坚持的精神是非常的宝贵。咱的客家的精神是应景吼，应景含混足重的，对不对？你看迄个字面上就知影应景是含混足重。我讲应景，我讲乡亲啊，咱是安怎含混爱遮重啦吼？应景精神嘛，伊讲吼，咱应景就是绝不低头。对啊，你含混遮重要哪低头？当然绝不低头，绝不妥协。安尼就是客家的精神。我想这个精神也是非常的宝贵，是咱台湾真宝贵的一个精神。咱搁一个熟悉客家人是安怎咱来甲客家人传福音哈？为什么我们要向客家人传福音？客家就是客家 ，HAKKN 哈，客家。为什么要给客家人传福音哈？第一，客家人第一重视祖先跟族谱。客家人足重视祖先甲族谱，你若熟悉客家因兜迄族谱一本是足够的哦吼。闽南人其实闽南人离迄个祖先的祭拜，闽南人是分房的，是讲家己客厅有一个客神明厅吼，也是厝内上顶悬迄顶做一个神明桌，而且拜祖先分房吼去拜。但是客家人足爱安尼，规个家族拢总来拜，规个宗拢总拜。放做伙，所以客家人会起迄个宗祠哦，那庙共款迄种宗祠伫个密麻的牌位伫遐放伫遐来拜。所以客家人重视宗族的精神，重视族谱，重视家族的繁衍啦吼。这甲咱古约圣经的精神是共款的哦。咱古约精神也足重视族谱，你看咱的古约圣经，啥物人生啥物人，啥物人生啥物人囝个孙，拢总足清楚的啦。这种古约的精神，也是客家的精神啦，就是要重视这个慎终追远、饮水思源。但是这咱的子孙所有的源头就是上帝嘛，咱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咱就爱将这个宝贵的福音、宝贵的好消息、这真理来分享给客家的乡亲，因为因嘛是重视族谱，重视万族的本源。咱甲伊讲，这个本源就是出自上帝。第二，福音无分
福音无分性别甲族群，客家妇女恁都知影哦，因拢是非常的骨力哦，佮非常的能干哦。咱若熟悉客家历史的人拢知影，客家的妇女伫厝内吼是会当做所有的代志，佮会当落去落田落去做田的。哦，啊，所有咧祭拜啦，啥种代志拢是客家妇女咧做，足勤俭啊，足顾家。毋过呢，足奇怪呢，这么熬做工课的妇女，但是伫家庭的地位吼，是查甫人做头前的。即个祭拜啦，什物重要场合，拢是查甫人做优先啦，查某人爱伫后壁啦。伫咱的圣经内底，玛利亚伫主的头前听道理，主耶稣讲，这是不可取代，这是袂当取代的福气呢。所以，咱的圣经是所有的族群拢要听见上帝的真理啦。圣经内底，主耶稣讲，囡仔带到我的面前，我要祝福伊；囡仔带到我的面前，我要祝福伊。圣经内底讲，青面要看见，摆骹要会行，臭耳筒的嘛要听到。所以耶稣基督福音所有的族群的福音啦，所以客家的族群伫遐遮尔重视即种男女啦，也是即个阶级，咱要将即个突破即个阶级甲性别的福音来分享互所有的客家的乡亲啦。第三，应景的祝福，应景的祝福。真侪人讲客家是一个传福音的净土，迄土足定的，足歹传福音的啦。但是应景的精神是绝不低头，绝不妥协。咱的客家的先民伫遐开垦即个荒地是非常的拍拼，虽然迄个土真的定，也是足认真来破迄个困难。所以，咱传福音伫即个客家的所在，虽然拄着真侪困难，但是爱相信。咱的先民信耶稣了，也是遐尼坚持伫遐拍拼传福音嘛。咱马偕博士第一个学生，客家的学生叫做钟雅妹。钟雅妹吼，钟雅妹，等者吼，钟雅妹，你听即个名啦，查某的吼。毋过我甲你讲，迄查甫的啦，迄查甫的吼，咱客家的足侪即种妹哦，足侪是妹吼。钟雅妹是传道书是一个查甫人，马偕博士第一个客家学生，伊伫遐信耶稣了，就安尼立志去传福音，去虎口，去竹东，去大甲，去新埔，爬山过溪去传福音嘛。伫遐起做足侪的教会，所以咱的前辈，客家的前辈是真哩拍拼。我住的所在，客家中会事务所伫关西的教会的一个英俊的长老叫做邱阿田啊。邱阿田吼，信耶稣的是规家口吼100-200人拢安尼，规个家族拢来反对啊，拢来配喙烂。你讲咱这客庄来当信耶稣，毋过伊坚持哦，用伊的祈祷甲热情传福音，结果伊的家族100外人到尾拢总信耶稣。去做即个关西教会啦吼，即摆是100几年的教会，所以咱的客家的前辈吼，虽然是原本足定的，无容易信耶稣，但是信了嘛是足定的呢，绝对无改变呢。所以伫遐传福音，真哩拍拼，所以咱毋通放弃客庄的宣告，绝对毋通放弃咱伫客庄的宣告，因为咱的客家的先民也是安尼来证明，因信耶稣了是安尼来拍拼，来坚持福音的空传。咱为什么讲咱欠客家福音的债？咱来看，我说我们欠客家福音的债哈。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本地教会748间，原住民教会532间，咱的教会拢总1280间啦。咱将花莲的凤林、台东的慈善、屏东的内埔德产、中立东势，客家中会20间教会，甲加起来算40间啦。40间教会，但是咱的本地教会有748间，扣掉40间，咱有708间的和乐的教会，只有40间的客家的教会。咱的原住民教会有532间啊，所以用台湾族群人口的比例来看，咱就是欠客家宣教的债，
咱欠客家宣教的济。咱来台湾吼，2356万的人口，咱拢总有466万的符合客家基本法内底客家人的认定啦。客家人的认定是啥物？就是讲伊有客家的血缘，也是讲你有客家的缘缘，啊，你家己佫自我认同讲我是客家人，无毋对。吼，这是内政部的伊的定义，就是讲你有即个客家的血缘。缘缘，啊！你佫家己自我认同你是客家人，安尼即种人有466万人呢，所以安尼是遮尔济的客家人，咱台湾有遮尔济，这是咱的客家的人口排行吼，这是政府互咱的资料吼排行啦吼。啊，我即摆佫看一下，台湾的客家人口，台北有45万人，新北有67万人，桃园90万人，新竹县市52万人。苗栗33，台中49，台南13，高雄40，屏东18，所以2300万人哈，2300万人内底，咱有466万的客家人哦，家己认同内政部统计，咱桃竹苗吼都有205万的客家人，大部分拢伫桃竹苗啦，其他的所在吼是较分散，集中在桃竹苗。我伫关西啦吼。关西人，我甲问讲你倒位的人啊？伊讲我关西人啊，安尼伊100%是客家人。我即摆甲你讲，100%，除非伊伫外口迁入来，所以咱的桃竹苗在地人大部分拢是客家乡亲啊。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18年前伫桃竹苗的所在设立客家宣教中会，18年前咱设立客家宣教中会，甲进20间教会吼，20间教会，咱真正是足晚才设立，然后我们很晚才设立。吼，咱的和乐甲原住民的教会拢历史足久啊，吼，咱的中会嘛拢历史足久啊。但是客家中会18年前才开始来，咱的总会来设立。2300万人口，5个人内底一个是客家人，咱有400万的客家人。咱阁讲一摆，和乐教会708间，原住民教会532间，客家教会只有40间啊。那你讲啊奇怪啊，迄新竹桃园苗栗遐足侪在地人，毋是客家人，无讲无毋对啊。但是迄阵无设立客家中会，是因着伫和乐中会聚会，伫新竹中会。新竹中会内底足侪客家人，毋过呢新竹中会是讲和乐话啦，所以表示讲客家人去和乐的教会学讲和乐话啦，啊无你着听无讲，就拢听无啦。啊，所以客家人伫和乐的教会爱学和乐话啊。但是即摆有客家总会的教会吼。咱的经商会哦，7间中会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1名的中会哈，所有经常会是3亿2千万，屏东中会呢是1亿2千万，都是所有兄弟姊妹奉献。东部中会是7500万，客家中会是3400万，客家中会差不多伫新竹中会七星中会1/10，因为伊足晚设立，所以经济是最弱势的，对，是经济是最弱势的。但是也其实是没有关系，就是桃竹苗过去是就非常宋乡的荒山野外，这个客家这个桃竹苗乡客家乡亲的所在吼，是无啥物工作机会过去啦，风高野外无工作，所以人口外流，拢剩老人甲囡仔，所有的少年青年拢爱去台中市，还是去台北市去遐上班，吼，所以咱厝内这客庄拢老人甲囡仔。但是上帝意思超过咱的想象吼，因为竹科甲半导体的产业才会发展吼，高科技的精英来改变这个情况吼。因为台积电甲科学园区设立100-200间的公司，伫迄个新竹县啦、吼桃园县啦、苗栗县，所以呢，这个青壮年人口，台北市的青壮年人口，台中市的青壮年人口真多吼，就开始来这个所在上班呢。啊，拢高收入的人口，新兴社区兴起，大楼一直起来吼，无共款啦。所以恁即摆对新竹高铁经过是边仔拢大楼呢。我甲恁讲，过去遐拢惨呢，过去遐拢惨，迄大楼吼拢是70几年来起来，哦，一间一栋一栋安尼一直起来，所以这是客庄的奇迹。我甲恁讲，这是客庄的奇迹。台北过去拢惨，阮即摆设立的祥林教会过去嘛拢惨啦，迄拢正做的啦，但是即摆已经甲过去无共款啦。
有工作机会，所以足侪人口迁入来。我即摆咧甲恁讲，我们要看见客家，这些客家地区已经改变了，但是这个所在个教会足少的，所以我们要为主得客家。咱今仔若无做，将来就一定后悔啦。今仔无做，将来一定会后悔。近年来中会，我们宣教的脚步要赶紧来向前。客庄古早是一个艰苦佮霜乡的所在，迄个所在是非常的霜乡，但是即马土地变足肥的呢，水佮变足深的，鱼也变足济呢，咱着爱伫鱼济所在去掠网啦。咱的中会，这么细的中会，咱就看是全台湾上细的本地中会。咱的中会支持咱的客家遮的教会，伫遮的新兴社区赶紧做宣教的工作，全力支持咱的教会做宣教的工作，伫遐提供资源。咱的客庄的教会，咱拢足细啦，所以咱提供资源啊，伫遐互因申请补助啊，咱赶紧伫遮的所在做宣教的工作。这大楼一直起起来哦，一直起起来，但是拢无教会，咱来紧入去做宣教工作啊，是用做宣教社区宣教来甲因吸引来，互因来教会参加，来做传福音的工作。10年来，咱的客家中会这么细教会，咱就伫苗栗的头份设立德胜教会，伫桃园的平镇设立平安镇教会。苗栗头份的德胜教会已经独立做堂会，嘛是建堂完成啊。桃园的平镇平安镇搁咧努力，迄个琼林教会也搁最近才设立的吼。琼林教会这扛棒才挂起尔嘛吼，扛棒才过去尔。这个是琼林教会哈，咱这扛棒才挂起尔哈，对。这是阮上新的设立的琼林教会，嘛搁做真侪社区的工作。最近阮搁咧咱的教会做，因为现在发展足侪人拢养宠物，我们在宠物餐厅包下时段在做宣教的工作。哦，现在我们有做这个新型的宣教的工作。客家宣教中会。2000年，对新德中会对区会开始设立甲中会，咱对13间对新德中会分出来是13间啦。咱即摆已经变做20间教会啊！哦，咱一直开拓教会，伫遮桃竹苗所在一直开拓教会是非常的努力。咱过去开拓教会是用租的啦，但是咱即摆政策改变，咱是要用买起来。咱若感觉好，咱就甲买起来。因为租的吼足袂安定的，厝主店的要起厝租起足悬，啊无就要收转去，咱就赶紧过来搬厝。所以咱即摆的政策是，咱感觉好，咱就甲买起来。咱已经对13间开拓到20间，咱的教会非常的努力。所以客家中会是一个小的宗会，但是是非常伫宣教顶面是非常的拍拼。过去客庄互人印象是非常的浓哦。迷信啊！听讲马介博士有即个故事，马介博士去新竹的客庄报道头一摆，即个客家人甲伊问讲：“你做马介，你是咧创啥安尼啦？”吼，啊马介听讲你是马介哟啦吼，你迄马介安尼，你是马介，啊伊就讲马介，伊就讲我马介着马介啊安尼啊，但是马介伫迄个咱的客家话意思是讲要创啥安尼啦意思啦。哦，所以客家人足无欢喜，讲即个人才歹啦吼。我你问你创啥，你搁甲我讲要创啥安尼啦吼。哦对，所以你就知影咱足侪误会吼，对客庄是足侪误会，啊搁总感觉伊是总弄个足封闭，啊搁荡生小气吼。过去客庄吼实在是互人的印象是真落伍，过去客庄是足草地，人口外流啦吼，水浅鱼少，但是即摆水很深哦，即摆水足深的哦，这个所在是非常，我甲恁讲，德北足好起来，德北非常好起来。你过去你毋知新德县即个德北吼是偌尔草地咧吼，等下即摆是水足深，鱼足济哦。足贵的物件拢足贵的，现在已经是迦南美地啊，所以咱要用听心甲了解来入去客家客庄来掠网啦。咱着爱去那边掠网，鱼足济呢，水足深啦，啊土地足水啦。客语啊，台语，台湾是台湾话，这拢是台湾话。即过去吼，咱拢甲
当作迄是足粗俗的吼，台语啊，还是客语足粗俗的啊，足粗鲁的啦。毋是啦，伊是上帝赏赐互咱的宝语，这是咱台湾的宝贝吼，咱这宝语是咱的宝贝。所以我特别吼，小可整理一下，我们用1分钟啊，2分钟来甲恁教客语吼。我特别整理一下，恁来感觉客语其实真水。天数是加一支手吼，天数是客语啦，伊的意思是帮赞的意思吼。我甲你加一支手吼，天数我甲你加一个天数，我加一个手互你。我是甲你帮赞咯吼，天数是帮赞。临暗的天伫要暗的意思，就是黄昏啦，黄昏的意思吼。临天光的，天光只是天光的时阵，就是明仔载啦。临天光的，就是天伫要光啊啦，天伫要光啊吼。天光日就是明仔载，休桑日后壁较生出来的啦，就是少年人啦。休桑日后壁较生出来的人，就是少年人啦吼。妇女，你饲奶迄个啦，就是太太啦。妇女，你饲奶迄个就是太太。动伫人舍，互人足惜的，就是足高水啦。吼，动伫人舍，互人足惜的迄个人，就是足高水啦。吼，对吼，可爱啊吼。牛母子，目睭流接出来，就是你流目屎啦，流目屎，你听有吼？这条花日头哪亲像花共款，就是日头赤炎炎啦，日头吼。神的虾事，迄青你放屎啦，就是流星啦，流星啦吼。青你放屎，神的咧虾事。星你放屎就是流星的意思哈，神呢就是星啦哈，星星啦哈，转风条，这风吼转头啊，就是天气要变冷啊啦，哦转风条，哦，迄风要转头就是要洗头啊，就是天要变冷，好天好时，好天好时就是好天气啦。好天气，山堵，这山的腹肚底就是山内底啦，深山哪来啦吼？山的腹肚底山堵，就是深山哪来。安尼恁感觉客语有水无？我即摆问你，有水无吼？客语是足好耍的咧吼，客语是一个足好耍的，所以毋通甲客语当作是一个足怂的、足粗鲁的即个语言啦吼。吼，佫有咧吼，水床水里长吼，就是瀑布吼，水床就是。水床就是瀑布吼，跑到哪里去了哈？水床就是瀑布吼，水涨了吼，落水安尼流落来就是落雨啦吼。俩杂月这月就是这个月的意思，这月就这个月哈。九线条就是会知啊透早吼，动主条就是中昼吼，中主条暗晡条就是暗时啦，暗晡夜就是暗暝山来足暗的，足深夜啦吼。所以客语是有文学的美的。我甲恁讲，客语是有文学的水。哦，这非常的水的语言，毋通甲伊当作是粗鲁的。其实台语嘛是共款，咱圣经的台语是足水的，所以咱对咱的母语要有即种的信心自信嘛吼。闽客借斗哈，过去哈，台湾人甲荷兰人甲原住民，荷兰人客家人相拍啦。啊，因为相拍吼，造成疏离感吼，所以有真侪误会啦。啊，所以客家人吼去闽南庄吼，拢当作家己是闽南人，惊啊家己，因为生做成的。啊，伊话佫讲较足好的吼，是因为怕被欺负。但是今仔日上帝间吼，咱拢是兄弟姊妹啦。客家不是客人啦，伫教会内底，客家人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大咱来思会讲。向天姊妹大家平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啦吼，所以伊是咱的兄弟姊妹，是咱的乡亲呢。迄个中会只有20间教会，20间教会的开来有所不足。我们做开拓教会的开来实在是有所不足，我们一直咧开拓新的教会啊，因为这科技园区带动的所在，足侪所在无教会。其他的基督教教派，拢是咧有那咧用因的人力物力咧评估看，会当时去设立教会。所以咱是即个部分，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不能缺席啦。啊，伊是咱客家的，咱客家的教区，所以咱着爱拍拼，请咱做伙来同行，阮就无孤单。虽然客家地方这么小，有咱三甲斗三共，咱着会当伫即个客庄的所在做宣教的工作。
每一个人尽一点点力量，尽上帝互咱的恩典甲恩赐，咱的教会就要起造起来。耶稣基督的福音就要伫这个所在来传扬出去。因为地方的繁荣甲展望，上帝互咱客家的所在空前会宣告的机会，咱就爱来拍拼，咱就爱来拍拼。10几年前吼，我的先生伫国道3号的抓山事件过身，即摆已经15年啊。我阁一摆甲大家说道声，阮的家庭会当甲正哥继续服侍上帝吼。对，爱感谢大家。我甲恁报告吼，我的查某囝经理伫迄个新学院毕业吼，即摆伫埔心教会，伫客家中会的埔心教会做传道师。伊的先生嘛是牧师，所以阮全家阁伫客家中会伫服侍。多谢大家关心甲疼惜，互阮会当有气力，阁上帝恩典继续来服侍主。对。咱伫地面上有足侪角色吼，各位兄弟姊妹，咱伫地面上有足侪角色，咱有家庭的角色，有职业的角色，有伫咱的身体健康管理的角色，咱伫咱的家庭付出足侪，咱伫咱的事业建立拍拼，为着咱的健康，咱养生吼，逐工运动，食营养的物件，也非常的拍拼。上帝的恩典嘛是这么丰盛、这么丰富来祝福互咱，但是这些拢会过去。圣经内底讲，若亲像云，风吹就散了。圣经讲，恁亲像云啦，云雾出现，就是就无去啊啦。圣经讲，你着教我来孝顺，来指教我怎么数算，安怎算家己的日子，互我会当得到智慧的心嘛。求上帝给我们智慧的心。师长走山的时阵，伊50几岁尔，52岁尔。毋过，因为伊在生是非常认真做师长理事，咱的教会事工非常拍拼。我感觉伊的人生嘛是有价值的人生。各位兄弟姊妹，咱的人生，上帝予咱的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咱互上帝用的部分，即个部分会当进入上帝的永生。咱为着咱家己做真侪代志，但是这会过去。只有咱互上帝用的部分，要进入上帝的永生。咱互上帝用的部分是咱人生的精华，这个部分要进入上帝的永生，咱就爱把握机会啊！师长，这个是，好，我甲大家分享咱的客语的圣诗哈，主耶稣。客语圣诗哈，这首台语圣诗嘛有，毋过恁听客语的啦哈。主耶稣，主耶稣，来有朋友，亲像主你，我有艰苦，你来解脱，时时都有你照顾。主耶稣，主耶稣，来有朋友，亲像主你比玛丽都可口，幸福耶稣真幸福。我们来唱一首哈，客语圣诗497首，这首是敬拜上帝有智慧。我再跟大家分享这首客语的圣诗。敬拜呀，上帝呀，有子那非呀利呀有，分别神诺利呀有，
长柯宇的这一首《两个爸爸》，这是我的读新学院这个查某囝写的。各位兄弟姊妹，咱拢有两个爸爸，咱除了生咱的爸爸，阁有上帝这个爸爸。咱的爸爸，地面这个爸爸有当会有时会离开咱，不过上帝这个爸爸会永远照顾咱。因为我的查某囝感觉上帝这个爸爸一直咧照顾伊，是爸爸已经过身足侪年啊，所以我嘛将这首歌送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也特别送互咱的圣歌队吼，伫一个特别的时阵，咱会当用这首歌来安慰无爸爸的人吼。我请客语言吼，爱又像爱呀吧，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上，一个同爱有了，一个看顾条件的路。阿爸的爱，阿爸的爱，用爱的爱中台。阿爸的爱，阿爸的爱，主要勇敢向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咱做伙来祈祷。我的天父小人，阮感谢你，因为你疼阮、引带阮，互阮成做你的囝儿，互阮伫台湾的宣告会当手牵手、心连心，三角来拍拼。主你的恩典也到阮三角地地，你的手坚固阮的所做的工，也互阮的台湾的客家会宣告，得到上帝你的赐福，做客家人的信耶稣，也无论阮河洛也是客家，也是。阮所有的族群，也阮伫台湾的宣告，也得到你大大的祝福，祝你的恩典到阮三角地地。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感谢牧师的分享吼，每一个的语言吼，拢有伊水的所在。啊，即时咱要来唱回应诗，回应诗554首，请起立来吟全首。我
刚刚我着我，虽然拄着危险，不肯半路山。当天若是完成，叫出手来接我，就会欢喜迎你。我搁想回来，我搁想得来，我搁想回来，就会欢喜迎你。我搁想得来，我搁想得来，我搁想得来，就会欢喜迎你。我搁想回来。现在咱要来祈祷，请咱为着这个客家的宣告，特别为着客家中会会当用宣告做因的中心这个咱的客家乡亲伫咱台湾占1/5，但是教会占的比例比较较少这个族群是咱应该更较积极去传福音的所在，因为即马桃树苗族发展水深鱼多应该咱着爱拍网去掠鱼。咱为着因来祈祷，嘛为着因奉献，嘛为着因宣告策略较有果效有较侪资源，总会更较重视会当投入，咱着献上祈祷咱也为着咱教会，感谢主2个宣告。底船队拢平安倒转来，感谢上帝。咱8月22有好牧者的宴会，8月26咱有儿童的宴会，咱嘛献上代祷。为着软弱的肢体，咱为着无论是调成兄还是陈慧姊妹，为着咧治疗中间的，还是为长辈育育者伫即个。到病房，咱也为伊祈祷咱所知影，咱三体祈祷为着教会祈祷嘛为着咱的国家祈祷感谢上帝，虽然台风经过咱无拄着伤害为着台湾这个因的地教的钓竿的毒油这个事件，毋望互政府中央的地方拢会当合作，赶紧互这个大来的。这危机会当解除，嘛为着咱伫花莲有这个堰塞湖嘛是危机，咱嘛希望会当顺利解除来祈祷，嘛为着世界和平来祈祷。而且咱有啥物祈祷，带到主的面前，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3声来祈祷。主啊，主啊，主啊！现在主要所多谢你，互阮今日是客家宣告中会特别的主日，多谢你。阮会当对客家的族群较明白，对客家的宣告更加关心。主啊，阮会当更加侪欢喜出钱出力，为人奉献，为因祈祷，也毋茫有机会投入伫即个宣告。主啊，多谢你阮教会也会当诚做一个宣告教会。主啊，阮有2个底船队，无论是去到马来西亚的沙巴，还是去到台东。主啊，拢平安倒转来，完成因的托付。感谢你，也应跟归你。主啊，你也继续施恩，因所做的工拢带来果效。主啊，所也将教会，阮有这些接受造就的这领袖，主啊，因要进入牧养，有一个好牧者的宴会，望会当对因诚做一个祝福，互因有较坚定的信心。会当伫主所托付牧养的工来前进。主，阮也为着阮的儿童，伊8月26到29，主啊，这个宴会望有60个小朋友拢会当来参加。主啊，所求你施恩，求你带领。主啊，阮将这拢交托你，也将阮的国家交托你。阮有面对这个。毒油带来惊赢，望政府会当紧紧，互这个风波煞。主啊，阮有这个堰塞湖也带来威胁。主啊，求你也怜悯，用上好方法会当来解除这危机。主啊，阮整个世界
看见有的所在，抑阁是战争带来影响，无论是伫物价，无论伫国家的贸易经济一切发展、生活，拢带来一个带来的困难甲伤害。主啊，阮真正需要你的怜悯，望或者个所在的领袖，拢会当领情，会当真正知影和平才是应该行的正路。主啊，阮将这个交托你，求你甲阮三个弟弟。现在最后说，阮为着阮中间联络的肢体，主啊，求你施恩陈慧姊妹小脑的小小的中风嘛，紧紧恢复调成即事，主啊，伫严重带院望主你的医治到底，互伊的腰肌发炎，伊的胰脏发炎会当紧紧得到控制，互伊身躯得到恢复。主啊，求姊妹已经年老，主你若要煞伊的苦，求你永远平安带伊倒转去，求你甲伊三甲比例。主啊，阮有做着软弱的肢体，愿你看顾，愿你帮助。主啊，多谢你，互阮清早伫你的殿中敬拜，也拜咧阮的祈祷。无论阮为着客家的祈祷，为着国家，为着世界的祈祷，主啊，求你拢感纳，也求你祝福，也求你恩上加恩，福上加福伫所有兄弟姊妹的身躯顶。我咱的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像这咱有这个奉献图吼，那个咱的总干事罗牧师讲的，咱最少咱会当出钱出力，大人有份关心伫客家的宣教，这是上帝的确关心的，因为有遮侪客家的乡亲，但信的人抑阁是少，教会抑阁是弱小，需要大家较侪关心、奉献、甲带导，望会当互客家宣教。会当大大得到福音，咱来请咱的兄弟姊妹，咱的执事吼，咱来受奉献。基本的物件吼。迄个，咱的罗牧师，阮有炸一款物件吼，伫外口，吼，伊若有一款物件加减啦，恁若有需要，真有价值，有一款买啊啦，啥物吼，实用啊，搁真有客家的迄个mark吼 logo 吼，咱会当来买吼。这个中会拢是咧做开拓教会宣教吼，所以咱看见感谢主啊，因为积极要开拓一间教会，要一间礼拜堂无简单。金钱分别出来，献伫你的面前，求你感纳阮的奉献，并且亲自祝福者甲圣化者的资源，互因会当用伫个扩展你的国度，帮助有需要的人，甲传扬你的福音的圣工顶悬。感谢主，听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祝福车恳397首。我主
我兄弟仍能变这里，也应主你宽待你，万主兄弟，兄兄帮助你，就是你平安。祝得咱要请罗牧师。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同享、圣灵的感动，同你连强下，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避讳灭道。